亞洲杯完成抽籤，世界冠軍日本同衛冕嘅卡塔爾同組。抽籤喺主辦國沙特阿拉伯舉行，亞洲一哥日本同爭取3連霸嘅卡塔爾喺 F 組合演19年決賽翻版，對手仲有泰國同埋印度。而 C 組嘅中國要硬撼伊朗、敍利亞同埋吉爾吉斯，力壓港隊出線嘅新加坡被編入 D 組，同組有澳洲、伊拉克同埋塔吉克。賽事出年1月7號至2月5號上演。全港學界3人籃球錦標賽，香港大學奪得大專男子組冠軍。紫色衫嘅港大分組賽贏理大3分，決賽再碰頭都係贏。理大嘅陳文濤尾段都有次入樽搶鏡。大專女子組白衫嘅浸大封后，中大就攞亞軍。中學男子組決賽，白衫北角協同就贏裘錦秋。首個同時涵蓋大專、中學、小學嘅3人賽，今屆有172隊角逐。中學女子組深色衫嘅協恩奪冠，深城就攞到第2。各位新聞報道員啊，賽會。每逢港股交易日交易時段，財金節目加強版股市直播室剖析大市即時市況之外，加插環節講解匯價、商品走勢，認識 ETF、窩輪、唔同衍生產品，財金資訊更全面、更到位。緊貼社區話題，民情關注，勇於發掘來龍去脈、是非真相，多角度分析報導。一線搜查，星期1至5晚8點半，78開資訊台。揾好嘢食，佢一定最在行。聞落食落竟然有好幾種味喎！我唔係一個中意食芋頭嘅人，但係芋頭鴨真係好好食嘅。講到煮，佢一樣係料理擔當，當地食材當地整，好特別喎！我第一次食到呢種口感。跟佢東奔西闖，尋味之旅夠晒爽。OK，我最開心就係抗謠嘅咧。呢個仲好玩過開箱喎！正詹姆士出走料理新時段，星期1至5晚9點，開 TV 77台。世界咁大，靠自己上網真係睇得晒？搜羅全球科技、天文、趣聞，逢星期一同大家世界轉一圈。78開資訊台。股市、樓市、環球財金焦點、央行動態、企業消息，全方位跟進。焦點財經，逢港股交易日晚上6點45分，78開資訊台。百妖迷行，人妖難分。小姐，你係咪又見到啲咩啊？阿頭，又有怪事啦！死者竟然屍變，呢面鏡點解照唔到人㗎？懸疑奇案，道人、道妖，亦道情。你呢個人咁討厭，點會忘記啊？宋祖兒、任嘉倫，我確實好喜歡你。呢個世上真係有妖啊！陳家樂，邊個俾你哋入嚟㗎？亞洲劇場無憂道，星期1晚10點，開 TV 77台。行入新盤示範單位，樓市焦點搶先睇，直擊二手放盤，做埋上盤資訊即時掌握，入伙驗收攻略，探索特色建築。House 730特約樓市導航，逢星期4 78開資訊台。淘汰賽一場定輸贏，亞甲首階段附加賽16強，星期1早上河床對聖羅倫素，莎士菲對金拿斯雅，開國際財經台，開手機應用程式現場直播。天下大事，個國家嘅領導人齊集，重要港聞，大熊貓安安可可。機場三跑系統正式啟用，每晚為你詳盡專業報導。歡迎收睇晚間直播室。晚間直播室78開資訊台。副總理何立峰星期2同星期3喺南韓同美國財長貝森特磋商經貿問題。伊朗傳媒報道，當局已經透過巴基斯坦